小朋友同大朋友，你哋好啊！今日福音講到，洗者約翰被困喺監獄入邊，聽到有人同佢講耶穌所做嘅事，於是佢就叫自己嘅門徒去問耶穌：你究竟係唔係嗰一位要嚟嘅？定係我哋仲要等另一個？耶穌回答佢哋話：你哋返去，將你哋見到同聽到嘅事話俾約翰知。盲嘅睇到，破嘅行得返，麻風病人得到潔淨，聾嘅聽到，死人復活，窮人聽到喜訊。凡係唔因我而跌倒嘅，係有福㗎。當約翰嘅門徒離開之後，耶穌就開始同群眾講約翰話：你哋以前去曠野係想睇咩？被風吹鬱嘅蘆葦，着靚衫嘅人。我同你哋講，約翰比任何一位先知更大，但喺天國裏面最細嗰個都比佢大。小朋友，你知唔知連洗者約翰都曾經會問，究竟耶穌係唔係嗰一位呢？佢喺監獄入邊可能好不安、好困惑，但佢仍然願意派人去問耶穌。Stephen 仔覺得呢一點好重要，就算我哋對耶穌有疑問，佢都唔會怪我哋。耶穌冇直接話係我就係，佢只係叫人睇佢所做緊嘅事。而今日係喜樂主日，提醒我哋，就算未睇到全部答案，都可以因為耶穌已經喺我哋中間，而心裏邊有喜樂。將臨期第3主日，教會叫我哋要喜樂，但係喜樂唔係因為冇問題冇困難，而係知道天主冇放棄我哋，一直係我哋中間。約翰仍然等緊釋放，但係希望已經嚟到。今日我哋都可以問自己：我願唔願意相信，就算有困難仲未解決，天主仍然喺度工作緊。如果我哋願意，喜樂就會慢慢喺心入邊出現。主耶穌，多謝你明白我哋嘅不安同疑問。當我哋睇唔清前路，求你教我哋記得你所做嘅事，學識信靠，學識喜樂。喺將臨期入邊，求你將真正嘅喜樂放入我哋心中。阿們。